李九也重新建立建到嘅环保行业，世界各地为咗挑火李九韩国生态出现迁徙嘅计划。在建筑韩国条开显示之间，6月中日要带你行去世界各地，探索全世界最强嘅生态小屋。也到特别自然嘅生态世界，留一点美丽嘅自然环境，下来人下来了为清楚汉下环保、真实到敏捷嘅体验。不管係在沙漠、山哪，就係海中，來到民宿，佢屬於有遷就生態之中嘅設計，甚至比較到大型嘅公天、漢下嘅河，呢下係插花老理由而加入環保概念嘅時代，歡迎來到6月中日之里。今晡日6月中日之里，我去法國嘅奧芬涅，我探訪喺度超現代嘅生態景點。不過，呢日先來去泰國最正嘅海參，兩對兩公婆在當地成功嘅建立友善生態旅館。從新嘅天意觀光業，來協助保育地區作為新嘅目標。呢種方法在世界各地推廣當中。近年來，旅館建築係生態系統惡化嘅主要原因。不過，還係有人想來清出解決嘅方案，為順後嘅自然環境和個當地嘅人口帶來正面嘅效應。我哋到江島南的本應震撼嘅泰國嘅國度，參觀一間當地嘅旅館。佢係榕樹發展嘅先鋒。旅館嘅創辦人是台山呢兩公婆，所女韓國下巴，致力好花榕樹嘅觀光20多年咧。佢哋相信好花嘅度假做得到環保必順。所女雅基里度假村有35間嘅品種，火海嘅溶液體驗，佢係最好嘅典範。榕樹是唔係挑戰，佢指導你愛到，佢係按呢個生活方式。佢潛有感染力，全球有當多人受到影響，呢種想法為延長地球嘅壽命。陽班的環保嘅叢林當中，係一間好花旅館。陽班人投入嘅用水，自家來去做歐洲水嘅處理廠。依照旅館嘅計劃，陽班人帶動地方嘅經濟。想要建立有可靠性到榕樹性嘅建築，呢係旅館團隊要面對嘅挑戰。我哋公司嘅核心價值、核心目標係建立緩慢生活。代表榕樹性，還有地方性，有機、抗旱，呢係我哋提供本人客嘅基礎，本人客自家經驗老體會。我哋討論嘅不單只係榕樹性，還有生活方式。呢張度假村冇動態，仲下有35張房間，房間冇窮廊，間間風格設計不同，但係老外哋想為打造嘅建築老氣氛，完全窮廊。照泰國嘅傳統，別種都係用樹頭去起嘅，採用簡單典雅嘅設計，可見呢係泰六四嘅意思，佢負責監督所有嘅計劃。
我哋常會參考傳統嘅建築工法，因為我哋設計別種嘅細節，而且會看地點。比如呢一位係台腳，我哋嘅設計一條結合台腳人自家希望嘅風式，所以我哋會喺呢別種地帶使用呢一種嘅設計。呢隻建築嘅原則就係盡量降低對每件嘅衝擊，所以大量內多數唔係計劃嘅一部分。別種確實建立在平壤適合嘅素材，我哋要尊重樹納，使用嘅建材盡量採用天然嘅、材體嘅，隨時拿得到嘅，那係使用水泥老鐵筋，是為產生大量彈腳石。呢一點當然違反當初愛到啥嘅建築，呢唔係愛到啥上愛嘅。我會講，要白生冇朝白生五嘅材料都係次次當地，我哋要冇強種嘅樹，比如講油咖喱樹，我哋要含有油膜，代替類似台腳，送到了位嘅彈腳石為下手。我哋要確實要考慮韓國確定呢啲係用燒嘅材料，一方面來講，呢係來自粗鏈體，因為我哋要做唔得買，也係似得亂斬森林得來嘅材料，所以我哋要確保得到供應商嘅全面，我哋要試圖用化學原料來處理，呢係確保環境永續。唔單淨係攞化學物質並上去天天，我哋要確定，我哋要用嘅化學物質係用燒嘅。按樣創作的研究內容，因為係講冇處理木材，也就會接來裝修來換。按樣我哋要就會到森林內站來很多嘅樹啊。提倡了所有嘅假期，也係用當地嘅樹頭去做，呢對供應係動態挑戰。建築嘅工法稍可有挑戰性，因為我考慮到呢一啲樹啊，佢唔係切切一條線，也做唔得直接落去站體去。佢先來就有一隻彎曲嘅線，佢嘅顯到冇強壯，有點挑戰。不過我冇認為呢係終極嘅挑戰，因為我哋會取得種快樂。係講看到我哋嘅別種設計老傳統冇強壯，我嘅意思就係。佢唔係用風木奶起出切切嘅線條，我哋認為正確嘅設計就係咁樣。度假村最驚引到特別嘅建築就係吊吊，本身人嘅搞嘅，呢隻當特別嘅結構全部係當地嘅做嘅去做嘅。自當個看講下，外顯就像係貴婦風。當人認為屋卡最重要嘅空間係洗心湯，我哋想用嘅洗髮精、潤髮精、做錢係有機嘅。在度假村，無論哪種情況，都做唔得使用塑膠瓶。呢水槽係是等內式嘅，全部都係泰國製造嘅。我輩嘅洗心湯要用沖嘅，上嚟用紙沒有洗心槽。呢位我哋使用沙石，非常天然嘅材料，做得再回收再利用。呢啲沙石係切寸嘅材料，老樹葉、老竹葉結合起來，創造出咁樣嘅自然環境。呢個嘅生態處事，唔單係建築本身。也表現得日常嘅應用當高。呢個主要係優先考慮資源回收，馬丁係專業嘅生物學家，負責了解到嘅永續發展。因為先分作兩方面，一啲係先拿到對配器嘅有機廢棄物，沙丁會撈其他廢棄物分開來，送到一啲冇共用嘅空間。因實際上就得拿到紙類、塑膠、金屬、玻璃料，還有玻璃。
一啲废棄物品大部分做得變做新嘅東西，也就是自然回收按重要嘅眼鏡。沙丁愛那一時時咧唔係再生資源，佢變做得各地用嘅物品。老重點變的資源回收，就係引起其他人注意嘅一種方式。唔是用個改革嘅方案，只是做得本所有嘅廢棄物重整。馬定投入，老做下所有破舊嘅舊，變做係甚至超越嘅處理過程。也其實當困難，因為要用辦去好好處理足夠之後嘅舊，也唔係當極廢棄嘅物質。假使青菜丟在太自然地背，就會污染所有嘅東西，佢咪會檢查表面蛋糕帶來污染，所以唔會先過濾足夠嘅舊。沙丁佢會經過化學處理，也就現做至高溫環境。有啲脂肪酸連會本其他嘅物質去取代，提升流通性到用途。沙丁去做得直接用材超入眼鏡，也就係回收材利用。機器達到做得生產50公升嘅甚至超入。甚至超入用的呢隻提點，基本係作為橡木機和個除草機嘅燃油。呢條設備做得嘅生態中心淺得多，離岸嘅人下老日本嘅人做得自家去了解離岸嘅環保方案。印度當鼓勵印度人客去老了參觀一隻生態區。沙丁美食節本大家看，用辦老垃圾變做黃金嘅概念，每本也都要看看，用辦老廢棄物分離，最尾係回收並轉去採染，就做得生產出來經濟最次嘅農產品。當然客老愛講，也只蔬菜本家都產生當多嘅想法，因為佢哋真實看到，沒有感覺到。咪確實係一項老垃圾變做黃金嘅行動，就會真實帶來一波嘅衝擊。我聽到當然客講，哦，印度未會想嘅菜不下樣做，做乜印度冇想到咧？所以印度人才有只蔬菜散發正面嘅影響力。TT 潘係見幹設計師，佢嘅透露係觀察韓國超話80%有機植物佔，也為當年生產5噸嘅青菜韓國草本植物都係因為超體對配。水木甲連來自做下嘅食物碎片，我哋就當多個世界，我哋一整夜生產6噸，係講少個世界生產差唔多4噸。所以我哋要像咁樣，一整夜上下做得生產8噸。經過老強下嘅嘗試之後，我哋要加入菌種來處理氣味，我哋要當日加入2,000嘅微生物。你有看到這片係雞咧麼？我哋會學雞去食蟲，上一季要當到嘅烏蠅和個白色嘅蛇蟲，萬片就係。佢哋本食物嘅碎片寫人來，所以我哋要用雞來減少烏蠅和個蟲嘅數量。呢個方法當就好，呢下蟲害大量減少。呢片種青菜，就像麥芽，也係楓香木入嘅麥芽，呢位就係。呢片含有綠香木入嘅麥芽，後背係國菜。自家種青菜，我哋就會減少進口大量嘅青菜量。第二日前，我哋所有嘅青菜全部係是進口，呢是陸上嘅青菜外賣，其他嘅市場來自其他嘅採染。我哋大地都市嘅老二屋，市場大地合作都生發強揚。我哋專業茶都有場專業南外一隻合作，草地盤空室咪係南外一隻合作。我哋就按樣本環境限制呢，係你來到所內亞區裡，呢條限制就冇咧。
水资源是天然天气生活最大嘅挑战之一。你讲差唔多4种雨水是种储存的户外嘅大型水池。热带天气本年的雨季就得刺激持久，在早旱嘅季节改下，改做使用库存嘅雨水。因為按照係採集非送人嘅小島，某一半種嘅自來水就得用，首先一定會用其他生產嘅水，一隻水就係雨水，而唔有一系列大型嘅濕水嘅噴嚏。假使也要噴嚏才造嘅季節冇水咧，而就會抽地下水。基本來講，水係小島有限資源，而唔只聽話想用嚟幾多水咧，每天嘅確天限做得回應客，還有一家提供最高品質嘅家庭用水，還有啉嘅水都乃是。一旦收集到水，就會進行過濾，直接變做係家庭用水，比如講洗淨韓國煮食。吃落去嘅水，愛喺下廠嘅處理過程。因材也有一批嘅濾水器，也做得過濾脫任何嘅分子，也係 UV 過濾器，做得切脫水底部嘅所有嘅細菌，唔會留下來任何嘅氣味，像係氯。經過一套嘅系統，水會熱落也就阻止沒有一系列人嘅身體需要嘅基本嘅礦物質，因身體嘅血未需要鐵質。骨頭咪需要鈣質，還有其他做得本人體健康運作嘅礦物質，也係二種化碳，一條係氣泡水，一條唔係氣泡水。當然係可以生產18公升嘅飲用水，照應它嘅細菌種到了到玻璃管嘅地度。呢種系統當然上下15萬罐嘅瓶裝水。廢水處理係另外一項主要嘅挑戰，佢都會想出最冇害嘅環保方案。包括佢都先設密閉系統，就地處理廢水，冇半佢流到海底外。也係按廢水處理系統，全部係天然嘅，基本流程係老冇處理過嘅把本池水流入來一隻皮桶，撒定按降入來一些些嘅微生物。含有老空氣當入皮水底部，加定空氣含有微生物嘅作用，老所有廢鐵嘅物質結結磁鐵。最尾流入來大型嘅濕水池，按用入位嘅水係啉所有種嘅菜，也要搶菜做得吸所有嘅養分，咪做得變做菜漿嘅配料。一隻皮桶有5種質。也有5種質，咪係一種指標物種，做得吃也為嘅水嘅品質係好很係快，也其實強加的微生物、熱頭、空氣、植物，還有一些的因此做得老也掉廢水，變做得啉菜嘅水咧。呢個友善生態處寫下一隻關鍵步驟，就係改善發電，目的係讓環保嘅業者感到最適。因也蠻大部分嘅電力係從潮州來發電，因當時我講大潮州嘅效能，就係一隻動態嘅挑戰，因做得更加成功，也係一隻好消息。同時，因咪更加發展再生能源，還有太陽能。寫到嘅另外一篇係5寸，係李幹附近因胖市當禮拜天才愛去嘅會所。近年來，佢是老當地嘅森林人合作，也係支持多項經濟嘅一種方式，也做得保證李幹嘅東西一定起。我哋當禮拜2、3度到了位買東西，我哋來了位電商呢或安順。係那度當次嘅午餐，兩係當次嘅扇貝、讓豆腐，兩係今嘅菜單係麼？喺那度見唔要用嘅兩隻毛蟹，兩個係見唔要來煮嘅，竟然不做得開出煎毛蟹嘅菜單。你上年來了補貨，
当好，也是出面真好嘅机会。佢哋來了賣東西、賣還有其他嘅東西。佢哋單槍用中毒面賣嘅年輕食材，日本出面做得賣幾多嘅產品，賺到錢。Lisa 未直接請佢哋來工作。我哋了會有一些當合適嘅、當新鮮嘅節目係，聽定我會搭配辣醬，也係香菜根、幫泰蒜。我係看定阿妹的做下煮食學會做菜，佢當好煮食，我會看定佢，聽定是自家去看啊。等我食到合適嘅東西嘅時間，我會去定嗰做一擺。通常是會成功，因為我真心當好做料理。看披薩是到歡喜，我咪會當歡喜。除得帶動多項嘅經濟，李幹和僱傭80%嘅當地人，盼係到2年前來到李幹負責管理。包每的家長也之前轉到鄉校嘅部門。我哋提出了當地嘅老古，就從我做了。1年前沒有到禮拜5，佢哋幫我一隻新嘅角色，擔任到鄉校嘅主管，也對我哋來講係當好嘅機會哦。加入到世界級嘅公司，同時得到經驗，學習到工作。李幹嘅生態實施到解決方案唔啦。過後呢老節呢，思考讓工界積極參加來提升，讓工界之前訓練就係永續發展，佢哋就會有正確嘅習慣，學成用辦減少能源使用。每屆李幹嘅主任哦，必須要接受到5屆嘅訓練哦，呢5屆嘅訓練包含到生態重視，韓國也全用辦來處理到了啲嘅廢棄物，將廢棄物轉為生態韓國生產用嘅東西。還有食堂或者係上學訓練，我哋會學習用辦來處理食物，就唔得打傷食嘅東西。還有也就水資源嘅訓練，我哋會用辦來抽水，而且係咪更加會注意用水？我來了之前已經係環保嘅行動者咧，不過從我開始做事過後，情況是變壞咧。不過我嘅意思嗬，其實係變到更加好啦，唔係唔好啦。我唔會再個使用塑膠袋咯，我看到用一，我是會動腦。我來了做事過後是改變咧。當然，李幹就盼眼頭會做得看到科學家，讓其他優秀嘅人士都來到呢位，就係愛提升意識，韓國鼓勵發展新嘅生態措施，特別係注重李幹嘅經驗。我哋要來自其他李幹嘅影響，佢哋來了為學習我哋嘅實際行圖，我哋也希望其他李幹會當重視我哋。係講李幹冇使用塑膠罐裝水，你做得上慳下多嘅用水哦。你嘅保育提高做得做到乜嘅長途呢？乜嘅時節冇再個使用塑膠廢棄物呢？我哋真正希望講民眾做得聽定，我哋強下次哦。我理解李幹主任個人安樣嘅想法，對我理解人客強讓重擾，因為佢欣賞我理解堅持，可能聽到講娃娃嘅聲音係千奇妙嘅感覺，或者啲無人嘅沙灘用腳搞沙兒係真實轉到大自然，我哋必須要照顧大自然。我認為該做得本來你變到真實，老人冇強讓。係非常聰明嘅選擇。李幹係高端生態觀光嘅先鋒，也經驗鼓舞世界各地多項嘅建設。呢度成功代表漢娜環保嘅理由，唔單係浪潮，還係新嘅思維，注重漢下有榮譽嘅設計度假生活。
，Annie 就会离开了到梦幻海滩，开始发掘中葡之旅。Annie 为了改编，请到浪漫又友善生态嘅节目屋。系啊，你看有神奇吗？哦，佢哋為自家去唱能講呢？來啊，夾夾來啊！航片發掘，本大家唔記得嘅國家遺產變做廢墟，嚟到歷史豐富嘅位所，使係家底嘅溫州、愛心、韓國關懷，就做得簽到機會繼續保存下去。上下愛本記到新嘅目標，本記到聽得到時代、時間現代。我到拜訪奧芬涅。來到順頭都係火山，係個省那嘅蒙在市政府，簽出了招要生態韓國創治嘅離幹計劃。離幹係到蘇太爾啱嘅潮圈，19世紀嘅下，呢隻位所係現湖岸嘅採礦場，現湖岸中岸，日日嘅冷體就變做係現湖岸，當禮拜出山加頓嘅礦石。用拖拉機送去蒙在火車頭去賣。記得第二擺世界大戰之前關睇，唔過呢下還能看得到佢嘅影響力。我認為大約有230屆勞工地咧工作，該下佢哋決定留了的會所，製作其他用途嘅設計，要重新裝修廢棄嘅會所，該係我哋愛做嘅計劃，用的是有歷史、有故事嘅東西。不我哋要做啲接載豐富嘅人類歷史。這係充滿熱心嘅理念，透過建設友善生態項目屋，完美融合景觀，為採石場嘅圍剿注入新嘅生命。唔講兩百人建立現代感染嘅同時，還做得保有舊嘅建築。兩百人的建築起建，韓國離幹日常嘅引人之下，採用生態嘅手法，兩百廣大新本嘅同時，保留空間本自家通修去做，呢都係後生建築師而改革的。世世界的拍韓國群眾嘅演出面，強下建立現湖岸聖那項目屋。我從小就認識水壩斯丁咧，我哋來自強澤總頭，世世界我哋會用樹來做茅屋，後來我哋去正式嘅項目屋，我哋最美的建築學人督導咧，學習嘅過程底部，我哋會討論一個想法，就係用木材，用我哋嘅建築技術，訓練項目屋嘅路線去起屋，等到畢業嘅時節，呢個想法也好咧。我哋要出去簽條路，後來一隻想法，再個想起來。但我哋有很多嘅工期嘅時節，用基本嘅能力、和管理能力來處理建築嘅計劃。嗰兩時我哋就開始冒險。我嘅阿爸帶Andy來到入會，老愛講：你看，一隻蔬菜前見動厲害，你經過而去悶悶，咁做建築而去賣。之後簽到一隻蔬菜係蒙執市政府嘅。佢通知買本案，因為係本屬定呢案下觀光客嘅好機會。一隻蔬菜未做得看到，簡單受到破壞嘅容啊！你未做得看到，人會改變嘅環境，也係案才經歷嘅過程看到嘅。因未看到大家唔啲嘅景觀，就算係出面，佢哋咪唔啲。橋礦廠嘅圍剿受到吞水保護也反省咩？佢嘅壓水機是用來撈大型嘅石鼓，打碎變做係細石鼓，呢下作為接太乾。佢嘅變天所，呢下係進行咗韓國人口用嘅休閒式。聖那地度也有7間嘅項目屋，2間送煙坊按做係按山岸，3間家庭坊喊做係家南岸。呢度都體現用小體態建築，市場當地人用當地材料去做。我哋要全力確保當地嘅工廠會結合當地嘅企業，韓國工商來完善。佢哋會確實來自順頭20公里以內，木材來自奧芬涅老梨木站。對我哋來講，
重點係限制合作嘅範圍，外本人數嘅量最小。最神奇嘅係，我哋所有嘅來源、身份和個製作嘅嘗試。節目內容嘅薯條係陶嘅辣式冷茶，來自俄芬嘅鮮辣嘅風貌，冇是讓人愛處理。佢來自秋卷嘅浪費氣節目中，嗰裡用得咗薯條嘅碎片，全冇打鬆。尼可拉斯係木匠，佢哋種透度做事，協助建築平台、木質結構、不當嘅設計和個安裝。呢對佢嘅家族企業係動態挑戰，因為佢哋唔熟悉安樣嘅計劃。佢哋帶呢一份計劃來簽我，剛開始嘅時節，我老其他人強壯，我有點懷疑，看到你阿冇強壯嘅東西，唔講我當腳就本佢哋熱情感動咧。因為佢哋所想嘅全部係計劃，唔是懷疑。韓國佢哋確實地按樣辦做，我哋強下合作，呢度人非常嘅專業。最大挑戰係隨設計半性工廠，簡單嘅表係完好無損，唔過當部嘅結構係完全嘅重建，用樹頭結合金屬嘅木工，但呢一並唔常見。但係呢體內加工廠，日本尼可拉斯嘅團隊唔但係面臨建築嘅挑戰，還個動法嘅天師。也係正經嘅，因為提供了其他地方佔唔到嘅場所，其中有了隨設計、漆工擦過、外表貼片。我哋啲11月底可以講，2禮拜以後都到當簽嘅節節。就工作情況來講，也確實冇輕鬆。唔過就按樣，從來唔是按樣堅定嘅做一項計劃，計劃用了2年左右。唔過呢一項計劃嘅成本，達到我哋年度讓人額嘅1半左右，所以我哋有可能算唔錯，來唔出做，未有可能會喺呢個問題上了錢，順利完成呢隻計劃，未係我哋最大嘅挑戰，我哋會盡力去做。其他嘅計劃係建築師自家完成，親戚朋友也有聽說，兩沙創作得做最美嘅加工，希望按樣做，規則計劃就會面臨財務問題。按做得當輕鬆來講，70%到80%係使用自家資金嘅內同去完成計劃，按做到咧，按靠自家規劃嘅規則計劃係成立7間嘅小木屋平台，內鋪設施。好彩有自家建立嘅內同，按創做得上起來30萬歐元嘅預算，因為二組3嘅建築成本係工資，因為係建築師，按做得按照自家嘅鋪條去進行計劃，登記工作嘅許可。為到融入建築，團隊全部採用來年當好嘅建材，按樣就有機會採取新嘅建築技術，比如講大型小木屋嘅外鋪建築。在外鋪建築，按使用實驗性嘅強邊木屑來做加工，還有強邊。因為結天會使用動鐵嘅材料，出材建築工體修飾木屑。呢隻土層保護建築隔開紫外線，係用木碎去做嘅，本表做得透氣，規則表都係生態工業材料。按使用纖維填充物來做木檔嘅切染，也係用紙來做基帶嘅材料。因為為老機並入其他型嘅台兒，按用手老骨架填到黏黏。當神奇嘅係，你就得看到報紙有名兒，還有時間。無論用板也絕對係非手之類。好咧，按先看看有啲小木屋，我本意先看嘅係新穎嘅風景。好啦，呢個係韓國橋咧，又係體驗小木屋。你係13年大嘅細樹屋啊？係啊。哇，阿妹愛，哇，你會很正哦，很好哦。又係木頭做嘅路啊，天棚細細嘅空間咪做得看到像哦。哇，你看解啊？太讚哦，很正哦。一座小木屋背後推動嘅概念係開放空間，一座空間係完全做得使用嘅。按打粗量粗嘅壁坎，當背住面窗，所有時沙嘅小木屋都有鋪出嘅配件，還有一隻相同嘅小廚房做得曬來曬去。
为了本剧者监督最少，项目务用建筑除而作为基础，下辈就得继续的总抢菜。所以因为戲也要項目屋解釋，目標係盡量每在體面留下來劇者，應用一種嘅方式去戲，假使有人離開了，因就得拆下來，就從來冇發生過。因所聽老師出體面顯現對比嘅說，題板嘅說看起來客觀，資料嘅說看起來客無所所。因希望也係大家來到也會看到嘅第一個現象。呢看日見項目屋嘅節目，也係日本嘅古法，做得保護薯條嘅鵝背，每本蟲嘅咬，還有上菇。因嘅目標係精緻，還有現代嘅東西，要掉下中心，大家都做得，撈佢變做自家嘅東西。菜呀，則食了麼後背，因為臭冷水吃，還有糟嘅偏熟，佢冇種到水，所以偏熟過後，你搶做得用木色鹽蛋。也就係有機食品。現湖岸線那項目屋受到榮受儀式形態啟發，調推建築工法。呢個嘅主因用100%當地嘅建材，勞當地嘅生產者、生產人合作，推出起碼了市場嘅搶菜高資，呢度產品係良性預計更早嘅新高。你會要當到嘅領個，肉質不好食，我當推薦哦。該領個豬咧？領個豬差唔多喺我2-3禮拜，一到係我提出到炸嘅。好，我8隻。8隻，確定麼？確定。助理按大禮拜去老賣肉嘅排水區賣肉。你做得切18人份，然後咧20人份。記得自家做料理，我哋使用菜體嘅肉類。作心菜係大量嘅切肉、燃腸、火腿、法式嘅肉凍料豆。排水區記得計劃系統改下，呢隻重新嘅概念本當體驗當出鏡。我必須要承認，我有多少嘅義父，啲料搭喺見人度假村，本人冇辦法了解。到傍晚我都看到體面生出東西來，大家認為演戲又好看，冇理由做唔上啊！特別人客來到呢位，我哋會送佢過去，因為佢隻會所真是會做得，特得大家去老了，也適合後生人來呢位生活。兩位真嘅很雜麼？無過都當獎，我真嘅唔對樣班人講獎好，哇！就當獎，假期呀，也評委都當有功，啊！真嘅當獎。我哋上個的拜六出去行行，我貴將人去到有春天，早先紅窗透過窗門就得看到嘅啲火山、日頭、冇人，幾就係安靜，就得講講到超過現實啦。四叔母真嘅當站呢，
顺头都系先奶，当时下搞狂引起么，很赞呐。我系讲记得提供安样嘅健康本爱，我就接受。当欢喜就得看到该位嘅佛山，啲细细嘅五个当奖。我咪系，我当中就当个嘅想哦，水木日前打开来就个关系来。朱利安当礼拜为社务部嘅人口主任，所有嘅人口都来到创新嘅人会做嘅顺头，平常20年嘅提出。安布拉菜单嘅蛋糕有传统嘅20年炖肉，搭配类似市场嘅酱菜。雷提莎·卡梅尼·玛丽莲是世界社务部嘅后生建筑师，列咗2年幾多家庭嘅大自然圖稿好好嘅充填。我都當好靚呢，因為佢用到嘅就係菜體嘅呢種嘅建築個。我都知道講個動詞還有自然嘅側面、線啊、老點詞。本人送上唔是聽到空間，唔是聽太見，啱啲社務部嘅太見，總講唔是安太嘅空間，了解最細嘅空間做到得安慰人心。之後造成學窗就得看到風景，實在很好、很奇妙哦。我知道你外邊下簡單，真多本心，係因為大三人都讀唔掉咧。上樹啊，多麻煩，到兩位就做得自然嘅生活。兩位啦，我都會家己講強容咧，表弟就尊重自然嘅素材，比其他嚟講更加好哦。老日本嚟講比起來，我哋對兩位得到很多，看到嘅風景、露台。感覺雙方老年前，你係我哋愛嘅。你咁係哪位種嘅鐵山？應該係哦。大概見一般係小學那年最多嘅位數，第2位佢哋都係集中的強烈動建築地圖。大件都有獨立嘅寫信件，也有少水做的寫文處。小木屋常有冷水，也沒有大家用嘅燒水，在時沙風景嘅小木屋地背，沒有寫信寫文錯。為咗聽到榕樹精神，團隊透過節目水泥桶，供人串起年齡韓國燒水。因為使用綠色嘅能源來燒水。也係使用可燃燃料嘅木爐，到目前為止，一年會添充一擺，差唔多係5噸。有隻超似嘅泥桶，攞可燃燃料放入來木爐，然後可燃燃料保存放在另外一隻素材。當地嘅用水來自溫餐，免費提供市民來使用，不過容量受到嚴格嘅控管。村民係唯一合法應用水源嘅人，村民成立 ASA 協會，要按照憲法按列明，負責管理韓國維護呢隻寶貴資源嘅配送工作。1940年代後期，村民決定談採地飲水嘅水源，佢哋喺1949年開始
开始钻水。韩国起了200立方公尺嘅水库，提供中度嘅用水。水龙头流出来嘅水係矿产水，用矿产水洗身实在当快乐。水库的水利用冲力直接地流入村民嘅水龙头度，社务屋起的村的当局老水源嘅高度强让。所有的设置丰富，协助社务屋连到供水系统，所有的水服协会受理提议。师傅老记得讲，你得用亲 ASA 县务员协会嘅人哦，记得做得供水本你得啊，也是第一摆机会。一场特殊的大型会议，因为修理供水本县务员省那事务，就是讲爱放大 ASA 协会嘅范围，我哋集体完全同意佢哋一项计划。本佢哋看一下，我哋想嚟做嘅計劃，也真是當重要。我哋啲呢種嘅計劃會引起村民嘅注意。對我哋來講，比嘗試很係重要嘅係實際開始計劃。重點就係為召開村民大會，用挑讓片，從頭開始詳細解說，來本村民佢哋確認所有嘅計劃。因為我哋做唔得是家庭自家做啲行業合嘅村長，提出很得看到嘅觀光計劃，還有當特別嘅建築。因為唔係特生人都得了解，不過每件事情有最好嘅結果，因為村民當支持。Je vais faire adopter 2 agneaux à 1 jour d'intervalle à 2 brebis qui avaient un problème. 佢哋水服提議嘅領沙義父，佢係學裝嘅，冇創造到社務屋嘅順頭，佢一下就接受了到後生建築師嘅計劃。對我來講，計劃有2種理由。第一係因為我有多少嘅社會主義，我愛我嘅村莊，我愛我嘅故鄉。呢件事為我哋嘅歷史留了隻提起干入新嘅生命。我感覺這隻觀點真神奇。另外係啲該為工作嘅人，從成立計劃嘅4個人開始，漸能佢哋老所有嘅人帶來兩位，上下有人經過兩位，我為老佢哋擔待。我想一切老頭擺嘅財體生活結合，就算啲隨設計雙方嘅建築，應該未係某種長途複製嘅舊建築。我感覺佢會做得，我唔係建築專家，我冇要緊。用班講，佢唔係壞事情，幾件事嘅重點，才記到所在嘅環境。那係你冇我會咁樣講，你係村莊度按部頭最鬧熱嘅會所，來了行行兒會做得咯。然後現場作業一切正常，我哋做得向後退一步，再個我起頭看一下四周圍，享受我哋得到嘅全面回應，我哋除咗當歡喜，因為真是大家歡喜，每聲音帶人笑容離開，按我哋創造樣嘅地方，建設差唔多用喺2年賺翻工，呢就係最好嘅回報。我哋是啲認真打拼，我哋唔啲最美嘅選果運用版，所以呢真是當有成就感，我哋知道當歡喜，也知道真是當光榮。後生嘅李幹主任受到新工創業嘅鼓舞，計劃明年來成立新嘅社務屋，已建做得大白沙。工作團隊也將會規劃隨設計嘅教育行程，詳細說明球礦場嘅歷史，利用充滿歷史嘅場地提供風格設計，也對後生人居民現代融俗手法，本來唔記得嘅經典，就希望得到重現。